嚟到日本唔好再去薩莉亞，識去一定去呢間。今次要介紹一間位於秋葉原車站行5分鐘左右，呢間嘢開到凌晨5點，夜晚都唔怕冇嘢食，都幾多位下。晚餐勁豐富，都係2000 yen，招牌石子燒系列，未食都知正啊！甜品都非常出色，呢度啲飲品真係冇得輸，有好多種唔同茶葉俾你任飲。呢度竟然有熱牛奶飲，好 creamy， 正啊！前菜有薯條同沙律，呢個沙律唔簡單喎，試試先。呢個芝士脆片正啊，真心抵食啊！終於到主角出場，哇！新鮮滾熱辣，勁多汁，真係出晒煙，1000幾 yen 真係冇得輸啊！叫多咗個蒜蓉多士，4塊都係200幾 yen。個麵包勁軟熟，點埋啲汁，日本小姐姐認證，正啊！2個人加埋得4000 yen多啲，咁就想腳睇好西嘅科隆讚好，share埋俾你朋友，試過嘅朋友可以留言話我知你點睇。Doki Doki Doki Kokos，下次再見。